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38到48节。马太福音5章38到48节，和合本圣经在第6页，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。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们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2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以上。这时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他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与现代人第9讲，耶稣与敌对的人，耶稣与敌对的人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平安的带领我们经过1个礼拜，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又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我们感谢神，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求主你赏赐我们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开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平安。我们在今年的一个主题中间，耶稣与现代人已经讲到第9讲了。主要的是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并不只是在2000年前的耶稣，也不是以色列人的耶稣，他也是我们的耶稣，也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但是耶稣能够明白我们现在社会这么进步的这些情境吗？我们已经讲过好几讲了，这包括有跟罪人的关系、病人、劳苦大众、孤独、孤单的、绝望的、祈求的、知意的。那上次我们讲到跟理性主义者，也就是从哥尼流他不能明白如何能够重生的这些问题。那我们再次能够了解到，我们人都是被造的，所以我们都是有限的，我们是软弱的。我们人怎么能够明白灵界的事情呢？只有从天上来的使者告诉我们、启示我们，我们才有办法了解。所以我们就是从主耶稣他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去明白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了解到灵性的部分。我们只有单单用信心仰望在神的面前、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主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救恩。今天我们要进到第9讲呢，是讲到敌对的人。最后我们就讲一个跟随的人。那敌对的人里面呢，要问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曾经遇到过敌对的吗？这敌对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是你工作上的敌对呢，还是你信仰上的敌对？甚至有情敌的，是感情上的敌对，还是有利益上的敌对有互相有冲突等等这些，或是我们根本不知道，就是突然有莫名其妙的这种敌对，人家是为了反对你而反对，为了敌对你而敌对，讲不出任何的理由。我相信我们在昨天晚上是在周6礼拜的时候，在学生里面比较多的问题，像霸凌像莫名其妙的，就是受到同学里面的欺负等等这些，根本找不到是什么理由，只是因为你看起来好欺负吗？还是怎样？那我们在看这些的圣经中间，在告诉我们的敌对是如何。耶稣他所碰到的情形是哪一种敌对呢？其实我们一个人是全人的话，乃是身心灵。身心灵要是任何一个受到伤害的话呢，他就是碰到敌对的。这是我们这边要一起来看的。而且在圣经里面呢，刚才耶稣所讲里面那几件事情呢，其实也是身心灵的呈现，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一告诉我们哪一个是身，哪一个心，哪一个是灵而已。
当我们有碰到这些敌对的时候，我们直觉上是如何去面对呢？要是根据圣经的教导的时候，你可以做得到吗？我相信圣经已经非常的，我们接触上帝的话语很多，我们都知道，或者说我们的新的诫命。人家问主耶稣，10诫中间哪一个诫最重要？耶稣告诉他，就是爱神爱人，只有一个字而已，就是一个爱。碰到面对有这种敌对的时候呢，理论上也是应该用爱去面对它。我们要怎样能够去做到呢？就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要如何做？我们来用耶稣来当做我们的模范，因为耶稣呢，他开始出来传扬福音，在拿撒勒是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，反而是碰到在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30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家乡人最后是怎样？怒气满胸。你看，整个胸都充满了怒气，表示非常生气的一种形容词，要将他们自己的子弟呢，把他撵出去，还要从山崖里面把他推下去，就是要灭掉耶稣的意思。耶稣一刚刚开始出来传福音，从家乡开始，应该是比较认识他的人，应该有一个比较和睦的对待他，但是没想到一开始他就开始碰到了敌对他的人。在接下去的3年半之中间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面对的法利赛人，面对的文士、经学士，面对的撒都该人，还有碰到了不同的这些，他们有很多的质疑、试探，然后就要找机会要攻击耶稣，甚至在敬拜里面的祭司长跟长老呢，也是想办法要除去他。主耶稣是上帝差遣来的救主。是在宗教上面，是要信仰上要成为我们灵性上的帮助，但没有想到上帝所差遣来的，竟然是祭司长、长老们，反而是想办法要除去他。祭司长跟长老们是负责在信仰上面的敬拜的人，连他们也敌对了耶稣。耶稣如何去面对这些人呢？我们看到好像是耶稣在信仰上去面的敌对，但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伤害主耶稣的所作所为，让别的人觉得他们在其他方面受到伤害，所以他反而是来攻击主耶稣在各方面的部分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呢，从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里面提到了3个部分呢，可以把它分成是在3个部分里面的伤害。第一个部分呢是身体上的伤害，因为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我们一般的伦理的标准，就是用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也就是你受到怎样的伤害，你要去报复他的话呢，也只能用在身体上的这种报复。这个部分是在旧约里面，摩西的5经里面就已经有这样讲了。只是到新约的时候呢，神要我们以更好的方法去面对它。旧约为什么要定这样呢？因为它有它的目的，它是为了要保护自己，达到某一种限制。要是我伤害一个人，伤害到他的性命的话，我自己性命也会不见。我伤害到什么部分呢？我那个部分也会被伤害到。所以他应该会提醒了自己，也同时也是保护了我们，同时也是阻止了别人去讲，再去伤害到别人，也是阻止了这个报复的情形呢，不会过分的报复。好像伤了我一只手，就我要把他杀死。或是伤害我讲，我就要讲做得更严重的话呢，在当初的这些律法里面呢，伦理的标准里面是不行，你只能顶多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的教导不一样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，你打对方的右脸，你是怎么打的？你右手打过去，你能打是打到什么？打他的左脸而已，你没有办法打到他右脸。你要打到他右脸，应该是怎样？应该是用你的手背去打他。这种姿势是一种侮辱的姿势。这样打是很正常打，但是这样的话是一种很侮辱的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当你面对这种甚至是这种很侮辱你的身体，有牵涉到你的心灵也被到侮辱，身体受伤害，心灵这些等等也被侮辱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计较他，你甚至有他左脸也让他去打。这告诉我们是怎样？原来他是要我们以不抵抗、不计较的爱来面对。他要让我们知道，
耶稣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呢，让一般的人能看出来说，我们领受神的爱之后，我们就能够用爱去面对很多事情。我不去计较这种东西，我也不去抵抗它，因为是非自然会非常的清楚，不用我再去申辩也没有关系，旁人一看也能够看出来。但是我们知道在几十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社会里面基督徒比较少。但是有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他们对圣经节其他地方不了解，对经节导师非常了解，就常常会欺负基督徒说：圣经不是告诉你们，我打你右脸，你连左脸都要给我打吗？所以常常会用这样来开玩笑来欺负这个基督徒。那基督徒好像就很无奈的就接受了。我想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主耶稣要我们去面对一些敌对我们的时候，当他们用身体上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主耶稣要我们怎样？我们不一定能够爱他，但是我们可以怎样？我们可以忍耐他，不计较他，用不计较的爱来面对他。这是有关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。当我们的心受到不信任、被控告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在我们的第二个里面讲到，就是说，有人拿你的礼衣当做抵押的当头的时候，就由他拿去。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说，有人想要告你，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原来他告你的时候，一定是某种财物、某种事情的纠纷，但是怕你没有办法去履约，而是讲，就将你非常重要的这种外装可以看出来的，把你的衣服、礼衣在以色列人来看，它就是他们的我们现在所看的衬衫，就把你抵押。那你没有义务穿总不行吧？你一定会来要履约。所以这一种是有人告你的时候来做的，这其实是对我们不信任的一种做法。主耶稣告诉他们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样子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在中东的地方，他们就是一件外衣当做他们的外衣兼毛毯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件衣服来盖被。所以旧约中也提到说，当有人拿你的外衣去典当的时候，你到晚上就要还他，不管他钱有没有典当有没有还，你就要将外衣还给他，因为他晚上睡觉时候要用。所以外衣是对他们讲是非常重要，礼衣也是更重要。礼衣是一个表面上，人家因为不信任你，将你的礼衣拿去把你典当的时候呢，你告诉他，你连外衣也给你吧。因为我要你能够相信我，因为你本来是不信任我，我要你相信我。所以耶稣告诉他说：有人想拿你的礼衣呢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目的是要怎样？主动的加倍的保证，给对方一个主动的加倍的保证，让他反而会觉得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呢，他反而会觉得他非常的羞愧一样。这是第二个有关心的控告。第三呢是有关灵被强迫要求的时候，这是在第41节说，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，你就同他走2里。这当然也是有时代的背景。以前罗马政府他们去打仗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抓很多人，或是他们有很多胜利品回来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拿不回去啊，他只要从路人随便抓一个人讲帮他拿，他就要乖乖的帮他拿。而他们当初最多呢，就是你只能要求他走1里路而已。当你1里路完了，你还要走的话，再抓另外一个人吧。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，被抓的人也只能乖乖的做。我们知道，在主耶稣在背十字架跌倒的时候，这些兵丁就抓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替耶稣背十字架，他也没有办法说 no 啊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律法里面就是这样。这些强盛者、凯旋归来的人，他有权利可以要求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。那我们看到这是讲对我们自由意志的一种伤害。我本身没有这样子的志愿啊，但是你竟然要讲，连神他都不愿意强迫我们自由意志来改变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，对罗马兵丁呢，他们有权利能够要求呢，征召人为他走担子呢，走1里路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你不只跟他走1里路，你还要怎样？陪同他走2里路。意思是告诉我们怎样？第1里路是被迫的，但是因为我有爱在我心中，我愿意心甘情愿加倍的服务你，再陪你走第2里路。我们看到耶稣在身心灵上面，就跟我们一般伦理的思想完全是不一样的想法。
所里面的不同的因为啥？因为都是以爱为出发的，所以就是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。所以用什么心态，你既然面对这些敌对的人，当你心态得到改变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些是非常的困难的。心态要怎么改变呢？主耶稣继续讲说的：当爱你的仇敌，恨你的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这是一般人的这种想法。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样：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我相信我们都很难去做到。第一部分我们很难做到。我如何去爱我的仇敌呢？到底爱要怎样才算爱？但是后面这一步导致我们比较容易可以去做到了。我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。这个人虽然我不喜欢他，我也不愿意跟他讲话，我也不跟他有来往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能够享受跟我一样的救恩。我盼望他也能够在主里面得到的这样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他的灵命也得到了更新，他的也有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在，我就能够为他祷告。主耶稣告诉我们是更完美的，你要爱他，出于爱来为他祷告。我相信你要是为了一个你的仇敌，为了你一个敌对的人，你常常为他祷告，你还没有进一步去跟他有这种来往，但是你常常为他祷告的话，你的仇恨的心就越来越少。有一天你就自然会跟他交谈，你自然就会跟他表现出你的爱在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他告诉我们说，天父就是这样啊。天父用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啊，降也降给好人、义人跟不义的人啊。上帝将一切他所创造的人看为一视同仁去看，所以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这么做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给这个敌对的人呢有不同的爱跟服侍，因为要从我们身上来见证主的爱在我们身上。主耶稣要告诉我们，这样不只是这样，用这种心态去面对身心灵的迫害的时候，同时呢，我们有终极目标，乃是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原来主耶稣要求我们是要用神的这个完全跟无私的爱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阿嘎贝，去面对所有的人，我们就能够像神，就能够，这像写错了，是那个像谁的像啊？像神来对世人一样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所讲的爱的定义、爱的真谛里面的爱呢，不是人间的爱，乃是阿嘎贝。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高标在这边等我们去能够这样去努力。这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，造成很多人的压力。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呢？那进到原文去看呢，这个完全呢，它有2个解释，一个就是像这样所知道的完全，另外是讲这样，就是全部，包括全部，我们没有选择性。这才是一个整体性、整体的意思。所以你们要像天父一样，他将日头照给坏人、好人，他都照了；雨降给好人跟坏人，都赏赐给他们。我们的爱也是一样，不管是对你喜爱的人，对你不喜爱的人，你都一样。要学习像父这样子的整体性的爱，而不是只有一个偏差的爱。阿嘎别的爱呢，是这种无私的爱，没有条件的。不管你不是你做到怎样，我就怎样，没有一点条件就没有。就像神这样，他爱我们一样，他本来就是爱我们的。但是我们能够去领受到这神的爱吗？他原来就在那个地方，是没有条件的，但是赏赐你一个自由意志，你要表态，你愿意或是不愿意。在神方面呢是没有问题，才是一个无私的爱，要来爱我们，要来救我们，而是在人呢愿意要去向神来表态说，我愿意接纳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么多，是非常高标的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当然很难做到，但我们就会想说，主耶稣有这么做吗？当然有啊，主耶稣不是只有讲讲而已，他有实践，在四福音中间呢，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。我们先来看。主耶稣面对当时候反对他的这些犹太宗教的集团，他怎样去对待他呢？我们看到这几件事情，其实不止这些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来看。我们看到犹大卖耶稣的时候，是用最亲密的亲嘴为记号来出卖耶稣。要是有人这样子对待我们的话，你一定会伤心，
你的心整个会脆掉。你对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好，然后他竟然用这样最亲密的记号来出卖了你，没有用其他的方法，而是用这样子的来出卖他，还捉拿了耶稣。耶稣又不是带刀带枪那个通缉犯，他是一个专门来讲爱的人。你要捉拿他，捉拿逮捕他。看这个字眼看起来就是好像在捉犯人一样，好像在电视看到那个警察在捕捉坏的那个样式。还不只是这样，还审问了他，审问他这还用了很多的方法，还吐口水在他的脸上，还拳头还打他，还赏他的耳光等等这些，还戏弄他等等这样。我们看到是这样，不只是一个身体上的问题而已，其实是对主耶稣的整个心灵这样做全面的攻击。主耶稣到底如何惹得他们呢？主耶稣难道不是只有来传扬爱的福音吗？主耶稣来不是只有在传扬道理吗？他讲的道理，每个人听到都说，觉得非常的惊奇，怎么会有这样子高深的学问从这个人的身上讲出来呢？但是他所说到的是这样的，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面对了多大的敌对者，而这些人是犹太的宗教，追求信任、敬畏上帝的人做出来的。你可以想象耶稣面对这些敌对的人，他是如何的心痛，但是他如何去面对他。再看我们看罗马政府呢，他怎样面对他？他们鞭打他，而且还定他死罪，然后还戏弄他，又钉上十字架，在他的面前还怎样？还研究来分他的里衣跟外衣，将主耶稣唯一的财产在他面前把它分掉。其实这整个事情来看的时候，主耶稣真的他也不是杀人犯，也不是什么，还鞭打他，还定他死罪。他们还编了一个荆棘的这个帽子给他戴，然后说你称他是王，然后把他压下去才能够戴住。我相信我们去看了受难记之后呢，很多人用想象中没有办法想象，有人就用影片的方法来告诉我们。当初主耶稣呢，恐怕受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很多人看了受难记之后，他看不下去，他觉得主耶稣为我们这么大的牺牲在，但是当初这些犹太的宗教的敌对的就是这样，罗马兵丁就是这样子来对付他。我们看到不是只有他的身体受到伤害而已，乃是他的身心灵都受到了伤害。主耶稣如何面对这些人呢？他在前面告诉我们，人家讲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要爱他们。要你走1里路，你就陪他走2里路吧。要你礼衣，你连外衣都给他吧。主耶稣给我们教导是这样，要为他们爱他们，要为他们祷告。他如何呢？他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看他被这样子的侮辱之后，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讲的？他在这整个过程中间，他默默无声，他就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，他不为自己辩护。然后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一句话所讲的话，竟然是赦免他们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碰到被冤枉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公司里面也好，或是甚至是小孩子是最常被冤枉的。你要是长子长女的话呢，常常弟弟妹妹一哭的话呢，父母一定是找我们长子长女来修理。冤枉啊，这么多的冤枉，连那个你都会想要哭诉。那我们耶稣没有犯罪，被钉十字架，难道他不愿意伸冤吗？但是他所讲第一句话呢是这样，赦免他们。到要结束的时候，还跟他同样钉十字架的人告诉他怎样，要接纳他。说你今日呢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跟他同定，他是这样。我们看到主耶稣，他是一种完全无私的爱去赦免、接纳、祝福，这是3个阶段。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个阶段。我想饶恕一个人、赦免一个人，大概比较简单嘛。虽然不甘愿。但是你渐渐，你就觉得心就开始得到释放。你可以先饶恕他，但是饶恕到接纳又是一段不同的层级。
接纳之后要祝福他，又是一个不同的层级在。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。我记得在受难记演完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非基督徒呢，他做了见证。他说：“我以前不明白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爱别人。不认识的人，第一次到教会一接触的时候，就开始关心他、爱他，愿意为他做很多的事情。他所看到的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。但是我们的儒家思想不是告诉我们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吗？所以，我们华人接收到的一些概念是这样：要自私，你要好好自己要顾好自己，没有人会关心你的。你要是不好好的保护自己呢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社会就是像这样。突然怎么会有不一样的情形呢？那些基督徒为何能够爱别人呢？才刚刚认识，进到教会来第一次认识，马上就很多人才开始关心了你。他说他没有办法明白。但他看了受难记之后，他开始明白了。他说：“你们所相信的是信靠这个耶稣，而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。他也没有犯罪，也没有怎样，但是他受鞭打，他也不讲什么，他就忍耐忍受下来，因为他承担的是世人的罪。他钉十字架第一句话就是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们所依靠的所谓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们才会这样做。”他说他终于明白了基督徒为何是这样，没有错，这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。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敌对者的时候，不管是在你的身心灵上面的敌对，主耶稣都要我们用爱去面对这个问题。主耶稣自己亲自做的示范。他受到这样子的苦楚，他受到这样的敌对的时候，他没有恨他们，他没有恨这些世人，他反而求神来求父来赦免他们。当有人到他面前认罪说，同钉十字架这个犯人定罪时，向主耶稣来祈求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他不止赦免，他还接纳，还祝福。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跟你的关系也是像这样，他不是在2000年是这样，现在也是在这样。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些敌对的人，就是从刚才这几天，我们面对身心灵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去面对他呢？我们要用不抵抗、不计较的爱来面对。我们要愿意主动的、加倍的提出我们的保证。当别人不信任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自由意志已经受到不是照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愿意心甘情愿的加倍来服务，来做我们的回应。我们要用一种不同的爱呢，来服侍，要让别人能够感受到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。要是以我老的我怎么可能会这样？不可能的。但是今天主耶稣改变了我，让我的生命得到了新造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就要学习用神的完全无私的爱去赦免、去接纳、去祝福。在我们的过去呢，我们可能有2个角色。第一个角色是我曾经敌对了耶稣，我敌对了教会，我会敌对了基督徒。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都已经有人没有经过这一段，一开始他就成为基督徒，这非常感恩。但也有人是这样子的，但经过。或者我们有可能是第2种情形，就是我们面对别人来敌对我们，我们也有可能是敌对者，我们也可能是被敌对者。当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呢？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里面，他让我们要，而且他自己的实践呢，他告诉我们这样：第一，你要接纳，要祝福别人，因为他告诉那个同钉十字架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日子来到，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主耶稣这样子面对我们，盼望我们也能够面对那些敌对的人。主耶稣要接纳我们。假定我们仍然是敌对耶稣、敌对教会的人呢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他愿意接纳我们。要是我们面对有人敌对我们的时候怎样？主耶稣要我们赦免敌对你的人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子赦免的敌对他的人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是真正的
接受主耶稣，我们真正的做他的门徒吗？我相信成为一个基督徒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在进行着。你有可能是慕道友，你有可能是信徒，你相信，但是你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吗？跟随耶稣的门徒后面还有一步，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。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很多，不是只有那12个使徒而已，还有更多的门徒在。或者犹大已经死的时候，为什么还有人可以有2个人去中间去选一个成为他的门徒呢？所以他是这个门徒的定义是使徒的定义是常常跟耶稣在一起的，所以表示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相当的多的，有信徒，有慕道友，有信徒，有成为门徒的。你有成为那个得胜的门徒吗？成圣的门徒吗？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不同层次，你可以去思想，你是哪一个层次的人？当你成为那个层次的人，主耶稣都要你成为最后那个层次的人。终极目标，你要完全像你的天父一样完全。你要整体性的怎样爱，而不是选择性的爱。你要是只爱你喜欢的话，跟那些坏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他们也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要如何？主耶稣成为我们最好的模范，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，要我们像天父一样的完全，就是整体性。你的爱应该爱到你所有你能够碰到的人。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去分享。第一个是有关我们面对敌对人曾经经历过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解决的？如果再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我要如何处理？我想第3个问题呢，倒是值得我们可以去想想这有关的部分。基督徒面对敌对攻击的，是否只是一味的退让呢？一味退让跟爱抽离有何不同呢？我相信这中间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。主要是要我们爱去面对我们所有的伤害的时候，不是要我们一味的退让，不是要我们一味的退让。你爱他的话，你要为他祷告，因为你也不愿意让他能够继续再害到别人，所以你也会采取某些措施，会阻止这些事情。爱不是只有退而已，爱乃是一个要对对方好。我们常常讲说，要用爱说诚实话，在神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在。你诚实话通常会伤害人，但是因为你是出于爱，所以看你的出发点是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盼望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会有面对的很多个敌对者，不只是在信仰上，你有可能就在你的工作上，有可能就在你的肉体上也受到了伤害等等敌对这些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当你改变了你的心意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爱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你去看这些问题，你就不再是那样子的严重了。你就祈求神来帮助你，你就为对方而能够祷告，你就能够更从你的行为中更见证出来，你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盼望主耶稣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生活中间面对这些敌对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以耶稣为我们的模范来面对这些事情。愿神祝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差遣主耶稣到世上来，就是为救赎我们的罪。不只是这样，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面对很多的困难中间，他也用他自己亲身的实践来让我们知道他的教导是可行的，而且是绝对有效的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常常会面对很多的敌对者，不管是在信仰上，不管是在工作上，不管是在其他的一些事情，甚至有莫名其妙的这种敌对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灵，我们的灵命是健康的。我们照了主耶稣你所教导的是要爱他们，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，我们可以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饶恕他们，我们也可以赦免他们，我们甚至还可以接纳他们，甚至可以来祝福他们。求神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圣灵你加添力量在我们身上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所作所为都能够荣神益人。
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。这时候我们要再次的来学习主你告诉我们的新诫命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